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。開始之前，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時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今日嚟到一條令人心情沉重嘅突發消息，資深演員許紹雄傳出病危入院，消息係由多間本地媒體跟進並即時播出。報道指出，金五家人同圈中好友已陸續趕到醫院探望。現場氣氛肅穆，心情凝重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整個娛圈即時震動，好多人喺社交平台留言祈福，甚至即刻收拾行李準備出發。消息指出，現年76歲嘅許紹雄情況十分嚴峻，家屬與圈內人士已被緊急召集到醫院。喺床上係一個多年以嚟喺幕前笑住同你講 Benz 冷笑話嘅人。外邊走廊卻係腳步匆匆、表情凝重嘅朋友同媒體，呢種反差係最打擊人心嘅地方。當一個你習慣睇佢講真話、講笑話、做綠葉配角嘅熟悉聲音，忽然變得脆弱到需靠醫療儀器維持，佢嘅熒幕形象同佢真實身體之間嘅落差，就好似平日揸住一架個好有型嘅 Benz，但係今時今刻你見佢停咗車、熄咗喇叭，無聲咁停喺路邊，令人心頭一緊。根據多家媒體同現場目擊者嘅說法，事件發生得非常突然。佢上個星期仲同女兒拍片，睇落精神正常，但係今日卻傳出病危嘅消息，令人大感意外。回顧今年6月，許紹雄曾返廣州探訪故居，當時有網民拍到佢行平路嘅時候頻頻氣喘、滿頭大汗，當時已經引起粉絲擔心。依家諗翻轉頭，似乎種種徵兆係累積嘅，但突發嘅惡化仍然令整件事格外急促同揪心。講到許紹雄本身，大家可能記得佢係熒幕上無數經典配角，有時係嗰個令你會心微笑嘅長者，有時係嘴巴利落嘅反派，亦都有唔少角色係你睇完仍然會記得佢一句台詞。佢嘅綜合魅力唔係來自主角光環，而係來自一種能夠喺細節入邊令角色活起來嘅能量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停頓，已足以令整場戲生動。佢係港產片同電視圈嘅綠葉王，但今日呢個綠葉係需要大家扶持嘅時候。依家我哋要冷靜分析醫院入邊發生緊乜。公開報道未有披露太多具體病因，只係稱為病危。病危喺臨床上代表嘅係病人可能隨時面臨生命威脅，需要嚴密監護同緊急醫療處理。但係外界唔應該亂揣測病因，可能係心血管事件啊、肺部感染啊、呼吸衰竭啊，甚至中風等等多種可能性啦，亦可能係慢性病急性惡化。對於一位76歲嘅長者，身體負荷比年輕人更脆弱，任何急性事件都可能迅速升級。喺未有醫院官方發布之前，傳媒同網民都只係憑目擊同圈內人士消息去報道探望情況，具體醫療細節仍需由家屬或醫院公開。請大家尊重家屬私隱，避免散播未經證實嘅病情細節。不過今日最讓人感到壓力山大嘅係現場嗰份急促與沉重嘅情緒。多間媒體拍到，唔少圈中好友即刻趕到醫院，大家見到佢哋表情肅重，甚至有藝人眼紅咁踏入病房，唔敢留喺長廊太耐。嗰種場面係一個社群喺面對突如其來危機時最真實嘅反應。合作過、共度過多年拍攝辛酸嘅演員同工作人員喺呢一刻放低光鮮，變成一班人圍住床邊默默守候。媒體提到嘅到場人士包括黎芷珊、苗僑偉夫婦、TVB 監製文偉鴻同林志華等，佢哋都被拍到以沉重步伐入院，神情緊張。講嚟大家可能會有啲情緒波動，因為許紹雄喺熒幕上俾人感覺總係好能幹、好精靈，佢嘅聲音、佢嘅笑容好容易俘虜你嘅好感。但係現實係演員同普通人一樣，年紀上咗，身體會有限制。佢曾經公開話過唔想做主角，中意做配角，享受演員嘅工作。而家佢嘅家人同朋友喺病房入邊，可能係面對一個好唔容易嘅決定，同時間
呢啲情緒唔單止係圈內人承受，係每一個曾因佢嘅作品而感到溫暖嘅觀眾都會感受到嘅脆弱。而今次事件嘅傳播速度亦反映咗一件事：喺社交媒體同即時新聞嘅年代，一有風吹草動，信息就會瞬間放大。有啲報道係基於目擊，基於圈內消息流出，但係未有醫院官方聲明之前，外界嘅猜測會唔會影響到家屬嘅感受？會唔會干擾醫護團隊嘅工作？媒體需要盡責報道，公眾需要保持耐性，唔好人云亦云地放大唔實信息。好，講完病情概況同社會面嘅反應，接住落嚟要講一講點解今次會有咁多圈內人即刻到場，背後反映出嘅係一個圈子嘅情誼，一個行業嘅連結。即刻有多位資深演員同期現身醫院，鏡頭拍到有人喺門口簽到，有人互相拍拍肩，唔多講嘢，但表情已經講晒心事。演藝圈本身係一個共苦共甘嘅圈子，拍劇熬夜，跨地工作，互相扶持，呢啲年深日久嘅關係喺危機時刻特別顯現出嚟。而家請你想象鏡頭掃描過一張張熟悉面孔，有啲係你熟悉嘅老搭檔，有人係新一代演員，仲有製作人同監製，佢哋唔係只係嚟打卡，而係代表整個行業嚟到場支持。每一個沉重嘅腳步聲都似係為許紹雄嘅生命作最後嘅鼓掌。呢啲畫面你播出時，畫面下方嘅字幕同即時留言，一邊係祝福，一邊係擔憂，整體氛圍好容易令人眼濕濕。今日圈中人一收到消息就急急腳去醫院心望，最先到達醫院探望嘅有本地演員黎芷珊。報道描述佢到場時表情凝重，步伐急促，似乎唔太願對外多講。呢種態度其實好常見，作為同行，佢哋喺未能了解全部情況前，通常會先表現出尊重同保護家屬私隱嘅姿態。黎芷珊呢個動作對外界傳遞嘅信息係圈內人已經即時行動，大家都好緊張。緊接住到有苗僑偉同太太一齊到場。苗僑偉係資深演員，佢哋夫婦到場嘅意味深長，一方面係多年同行友情嘅自然回應，另一方面亦係向公眾示範一種有責任感嘅態度，唔係靠話題炒作，而係實際行動去支持朋友。媒體喺現場拍到苗氏夫婦步入病房前係相當安靜，冇多講公開言論，顯得非常沉重。呢個情況往往會令粉絲更加不安，但從人情角度睇，佢哋嘅行為係非常合宜同尊重。跟住有 TVB 監製文偉鴻同林志華等製作團隊成員到場。監製嘅出現代表咗咩？呢度唔單止係同事關係，仲可能係一種行業公民責任。一位能夠影響節目製作同藝員事務嘅監製親自到場，等信息來源更可信，亦顯示出公司層面對事件嘅重視。文偉鴻喺過往同許紹雄有多次合作，佢嘅表情嚴肅，喺場外簡短表示會尊重家屬私隱，同時感謝媒體配合。呢啲短短嘅發言實際上係在傳遞一個信息：行業內部會齊心處理，唔會俾外界干擾救治過程。另外有報道提到黃宗澤、黃子華、蕭正楠、袁偉豪、黃浩然夫婦、陳敏之、麥長青、歐陽震華等，唔少係與許紹雄喺銀幕上有深厚淵源嘅演員。佢哋到場嘅畫面，鏡頭就捕捉到有人眼眶微紅，有人輕輕拍實對方背脊，有人喺門口低語。呢啲非語言嘅動作其實好有力量，佢哋唔係要做大場面，而係喺最關鍵嘅時刻為一個同行守住一份尊嚴。喺呢種情況底下，文字報道往往比唔上畫面嘅感染力。觀眾只要見到熟悉面孔，眼泛淚光，心就已經碎咗一半。講到藝人反應，仲有一個特別嘅片段值得留意。有報道提到佘詩曼喺外地活動期間被問到許紹雄病危消息時，當場落淚，並表示已親自前往探望，並且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佘詩曼嘅情緒化回應喺公眾心中有兩層意義：一係顯示許紹雄喺圈中嘅影響力同人緣，
而係令公眾睇到咗一個真實面，唔係冷冰冰嘅新聞標題，而係有人因為好有病危而情緒失控，願意揾方法幫手。呢啲畫面會令觀眾自然而然將關注由八卦轉向關懷。再講一講媒體同公眾情緒嘅相互作用。當明星病危，記者站喺醫院外面，有時會見到夾雜着焦慮同緊張嘅採訪場面。佢哋會即時追問到場人士，會求證每一個細節，而到場嘅明星往往會選擇短句回應或者保持沉默。呢種互動會出現一個資訊不對稱，媒體想盡快取得確認，而受訪者為保護當事人私隱而保持克制，結果就係外界會有大量未解嘅懸念，而呢啲懸念往往會被網絡留言放大，形成某種恐慌性傳播。而從公關角度睇，點樣處理呢類突發事件最恰當？首先係由家屬或者代表向外界發佈一個基本嘅狀況說明，盡量避免過度詳述私人醫療細節，但至少要交代病人現時係接受何種治療，家屬已到場，請求媒體與公眾給予空間等。其次係協調探望名單與媒體採訪時間，避免病房門口出現混亂，令病人無法安靜治療。再者係管理社交媒體留言，官方可以請求粉絲暫停散播未確實消息，將能量用喺祈福而非恐慌。呢啲步驟如果有效執行，會大大減少不必要嘅社會噪音。雖然家屬面對情緒壓力，但有序嘅資訊傳遞其實係對病人最大嘅一種保護。回到場嘅名單同佢哋嘅公眾影響，當你見到一班資深藝人包括監製出現，社會會自動把事件定位成重大事件，而唔單止係單一病患。呢種權威人物到場嘅現象會加速新聞循環，並令更多人關注治療進展。對於粉絲嚟講，呢啲到場者佢哋會被視作可信任來源，佢哋嘅一句短評就足以令粉絲情緒起伏。從呢層面睇，藝人同媒體都有責任喺公開發言時要慎重。喺呢度我想分享一個比較人性化嘅觀察，唔少演藝圈人到場嘅舉動其實係帶住內心嘅債務。多年來，許紹雄喺無數劇集電影入邊扮演配角，可能曾幫助過好多後輩，或者喺拍攝現場提供過指導，提供過一啲港式幽默同人生智慧。當佢危急，呢啲曾受惠嘅人感到應該還返呢份情，於是即刻出現。對外界嚟講，呢啲到場行為唔只係一個新聞點，佢係一種情感嘅回流。至於粉絲同公眾能夠做啲乜？第一，保持冷靜，少轉傳未核實嘅消息。第二，尊重家屬嘅私隱，避免喺醫院門外起台。第三，用實際行動去表達支持，例如喺社交平台發送正面留言，為家屬祈禱，甚至透過官方渠道送上慰問花籃。如果家屬接受，呢啲行為遠比盲目猜測有效。最後，我要強調，即使係名人，佢哋都係普通人，佢哋嘅家人需要空間去處理情緒，同時亦需要時間去同醫療團隊協調下一步。今日嘅報道同分析到呢度，許紹雄呢個消息仍然會再續報，我會繼續留意官方同家屬公布嘅進一步資料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呢類深入又帶點情感分析嘅內容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。但係最重要嘅係喺呢個時刻，俾多啲祝福同空間俾當事人同家屬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做結束：熒幕上嗰位帶俾我哋歡笑嘅許先生，今刻需要我哋喺現實世界俾佢一個安靜嘅擁抱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請保持關注。本頻道會喺取得可信消息時第一時間更新。